我想要讲吼，一个吼，你的演艺界吼，我上深的查甫人，查甫人嘿，这个查甫人有够夭寿的啦，嘿啦，因为吼，大家拢感觉讲吼，伊敢若半男娘啊，啊，大家拢感觉足怀疑的，结果吼有一天吼，咱做伙去上迄个演节目，伊为着要证明吼，伊是查甫人，男子汉，就雄雄哦。 安尼，咁要冲过来，敢咩冲过来？冲过来，嘿，敢咩冲？嘿，冲过来了吼，甲我规个吼起来，嘿，雄雄就变成公主，我吼目屎马上连落来，我讲，我50斤，疼一个险要闪了呢，疼一个，哦，迄真个夭寿呢，爱安那才会使安尼徛啊袂？伊叫会运动一下，才会当安尼甲人摸啦，摸迄个吼，抱咧坐伫遐，来，安尼啦，你看，抱去啦，你看，抱去你看，抱去抱去车，抱去车，哪一只头发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是帮某来，你甲姐抱。 是帮无？伊常常要讲，我敢陪起来。哎，你敢看？哎，你敢看？哎呦，哎呦，真缘投。哦，伊面嘛是拢红起啊呢。无，我感觉伊比你较勇呢。歹势啊，这几年我已经退步啊。